所以咱来看，伫美国休斯顿大学甲病院团队合作，因研发出一种新的机器，会当解读大脑传达的信息，互中风的患者分数会当刷叮当，帮助中风的人会当量早重建神经的连接，增加复健的效果。 今日要厝豆豆刷叮当脚步，住伫美国德州的瑞杜斯坐伫碰椅豆豆啊讲话，互人看袂出9当前的伊目中风过，无法度讲话甲行，倒边的身躯无法度叮当。2014, September 30th, around 3 o'clock in the morning, my wife said I was talking out of my head, and she woke me up, and she said. Move your arm, and I couldn't move my arm. 68岁瑞杜斯中风了后，经过真侪档的治疗，豆豆恢复讲话能力，倒脚是倚靠机器架啊咧行，也毋过伊的倒手恢复较真慢。因为瑞杜斯的妈妈甲弟弟拢因为中风过世，所以伫个伊知影休斯顿大学甲 TIRR 纪念赫尔曼病院共同研发出新的机器，爱中风病人协助做临床试验的时阵，伊就报名参加。 这款机器设计做伫伫头壳顶的造型，是用 BCI 脑机介面，甲大脑、电脑甲机器做连接，透过特定的方式侦测脑部的信号做分析，佮甲信号转做电脑的指令，用电脑操作外部的机器，甲原本无法度叮当的肢体刷叮当。The headset detects the movement intent, and that top-down signal goes to the robot to assist with the movement, and in return. The movement generates feedback back to the brain. 暂时，瑞杜斯已经用仪器伫厝内做6礼拜治疗。伫仪器的协助之下，麦当豆豆甲手刷叮当。研究团队表示，这款机器搁伫开发甲筹备资金的阶段，希望资金会当有够做更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，申请 FDA 美国食药管理局的批准，帮助中风的患者尽量恢复到正常的生活。公视新闻台是董炳玉。